给候选慈悲有这个机会哈，来这里学习。那感谢同路前人，首先感谢上天慈悲、祖师弘慈、施恩福德、前人老前人的大恩大德，前人的开牌，我们新老前人了哈。还有感谢我们点燃诗歌千年给候选人这个机会哈。今天北路都过哈，有较清凉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最好修道的时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北北好，诸位谢谢。过几天是什么节日？中秋节。中秋节是很特别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要庆祝人团圆，但是虽然师尊离开我们，但是都有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加持我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早顿菜头，暗顿酒，看呀拜神烧好香，自己心香烧无味，免咱脱轮回的种子。所以真的，咱修道就是要脱轮回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来遮闹来食菜。学清口，学修道，学了愿，咱来奉献，就是要未来离开咱这个娑婆世界。那老师报咱这条明路，咱希望咱不足的时阵，希望老师会当来甲咱加持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请老师来甲咱加持，好不好？好。请小济公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小济公出场来。哎。好。鞋儿脱，帽儿脱，身上的袈裟脱。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半山儿脱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烦恼无忧愁，只爱炎凉天堂过。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。鞋儿脱，帽儿脱，身上的袈裟脱，笑我粉，笑我变，酒肉串缠多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天南地北到处游，佛祖在我心头照。走啊走，乐啊乐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，哪里有不平哪有我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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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一步发生，投资父母养育儿，与君皇帝100两，谁可知道各自尊？祝各位先生大德法喜充满，大获宏法。好棒哦！好，诸位哈。修道要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那有仙佛陪伴我们，有点燃师照顾前人、父前人，还有我们的道场来护持我们，我们今生来修道最幸福。6万年来，干那这回呢啊！注意今年好好把握时光，好不好？龙飞凤舞，我们爱享道场来。最前贤，龙跟凤属于天上的神兽，如不是太平脸，不随便来到人世间。龙跟凤也是修行人的护法神。今天李天老母娘特地派护法神来到我们的道场来护持我们，非常尊贵，对不对？金童玉女歌舞牌，李天老母娘动用所有的仙佛来到我们的人世间，带着欢喜心来，让大家带着欢喜心回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弥勒诸佛笑呵呵，弥勒佛看着诸位的花心，非常的欢喜。这烧叫法船，
度法船，大道开，好不好？哦，诸位，今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，你们是非常特殊的人，我们只有跟特殊的日子、特殊的人，我们才有唱这首歌。我们来看看台湾人跳泰国舞，烧根灯来。哦，哦，ตั้งแต่แรกพบสบตาคลึมโจคลึมกลมสาวกันตรึมยุคใหม่สีสันแดนอีสานใต้หนุ่มบ้านไกลได้มาพบเธอดอกติ้งต้องรำตักกะแตนตำข้าวในน้ำอ่อนแอนเอวางน่ารักน่าชังน่ารักสราดอกติ้งขึ้นทุ่งกุลาอยากบอกเมียว่าบอกสลาสนองเสน่ห์เจ้าโวดนใจให้อายไฟฝันกราบไหว้วอนขอพ่อสุริยาวรมันขอเนียงเจ้านั้นสรัดป้องพ้องสักคนหากบุญนำพามีวาสนาคงได้บวนมาอีกคนจะสร้างทางฝันกลับมาเพื่อเจอหน้ามนเสียงโซคูเสียงร้องคนยังคงมีมนบอกเคยสร้างสรรค์รุมโจกรุมกรึมสาวกันตรึมยุคใหม่สีสันแดนอีสานใต้หนุ่มบ้านไกลได้มาพบพาบ้านนอกติ้งต้องรำตักกะแตนทำข้าวในนาอ่อนแอนเอวางน่ารักน่าชังดังลับสราดอกดินถิ่นทุ่งกุลาอยากบอกเมียว่าบอกสรา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哦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哦，泰语的，泰国。好，诸位哈，修大家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人哦，都是我们上天祖师的贵宾，也是我们所有先我的贵宾，我们前人点燃师，我们副前人的贵宾，也是诸位前贤的贵宾，所以说我们应该要用迎宾舞来迎接你们，好不好？你们都是最好的贵宾，对不对？迎宾舞来。他们哦。
声一点，较大声。 夏天快结束了哈，但是呢，老师找了我们6万年哈，所以说呢，老师也爱了我们6万年，我们不要让它空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像太阳一样那么的闪亮，照耀在这个大地，好不好？好。最重要，最重要，我们今天是一家人，跟仙猴一家人，未来还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多少？2遍。 好，2遍，好，注意选选哈。为什么要一家人？一家人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一家人就要团结，只有团结的道场才会更加的红长。不只是我们这个道场的团结，连我们一贯道都要大团结，连我们5教都要大团结，对不对？未来的斋节，诸位，因为我们看不见，仙猴看得见，都非常的着急。 所以说，我们这个一家人是主轴，我们一定要2遍。第2遍的华丽最强哦！一家人，我们先表演1遍，第2遍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好。一家人大团结好不好？好。最前线，我们团结起来，有老师在后面让我们支撑，我们往前向前，弘扬真理哦！好。我的家在无极里边，你的家乡。 也在老母的地方，从前啊从前，我们修道是一家人，现在我们明明还是一家人。手牵手了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将主子的真理弘扬世界，大团结了。
谢前人，感谢副前人，感谢点燃师跟我们的照应，感谢各位前贤的扶持，我们努力修道向前，我们要勇敢向前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在无极里边，你的家乡也在老母的地方，从前啊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修道与你还是一家人，手牵手来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将我们的真理弘扬世界，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要大团结，弘扬真理大团结，修道大团结，回礼天手牵手大团结，好不好？哦，肩并肩，唱歌来，唱着我们欢乐的歌声，大团结来。都是一家人。感谢目前人给候选的机会，感谢点燃师，感谢各位前点给候选机会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好，各位先生，大家站起来。我们第二遍有法力哦，有谁要来这个地方？哦，目前人你敢都讲，看你能不能怕花比赛。所以先生，由我们付前人来领导，我们的道要弘展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各位前人来护持我们的黄付前人，最先前，我们累世以来都跟我们的付前人都讲好了，只要他来到人间，我们要护持他，我们护持我们的道场，大团结，一家人，爱你爱你爱你哦！大团结一起来，站起来！来，大家站起来，后面站起来！修道大团结，弘扬真理大团结，将娑婆世界化为莲花方，将大道带来人间。让我们开始好不好？在无极里边，你的家乡也在上帝的地方。从前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修道与你还是一家人。手牵手来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将祖师的真理弘扬世界。大团结来！都是一家人。丰富前人，丰富前人，前人前人前人，团结起来跟着他，弘扬真理全世界哦！团结来！我的家在无极里边，你的家乡也在上帝的地方。从前的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修道比你还是一家人。手牵手来，肩并肩，唱歌来，唱着我们欢乐的歌声。大团结来！都是一家人。爱享道场，爱享道场，爱享爱享爱享。团结起来，将爱享的法传开向全世界，开向万国九州，一起开为你的老母的家吗？大团结来！大团结来！都是一家人。天罡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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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大家哦。好，跟你们说再会。离开不是离开，离开是下一次的再相会。最前前，不要离开道场，不要离开付前人，不要离开他讲的真理。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，回礼天再相会，好不好？期待再相会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时间在过，就像箭在射。
我们渡人不沾名、不沾钱、不沾利，只要我们把握住这5步功夫，我们一定能够回礼天老母的脚哦。好，来，再回，再回，难分难离，咱的兄弟，哪知时间已过哦。 有缘来相只有真情放在你我的心里，期待你我再相末法时期，灾难现前，遭遇灾祸，我们修道人启迪人心，恢复本性，好不好？哦。再会。 难分难离，咱的兄弟，哪知时间已经过了，不敢讲出一句话。虽然你我暂时要来分离，总是有缘来相聚，只有真情放在你我的心。 期待你我再相逢，不要离开我们的道场，坚持最后。前面无论多么的困境，勇敢向前。希望先让我们过关。各位浅浅的护持，我们大步迈前，勇敢迈前，好不好？好。再会。再会。 时间已经过了，敢讲出一句话。虽然你我暂时要来分离，总是有缘来相聚，只有真情放在你我的心里，期待你我再相聚。 世界山寨犯来不断的险境，就是人生过度必衰，做事的经历，欢迎世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先我张公，再感谢广富前人慈悲之功，感谢各位点燃中慈悲之功，感谢各位前人慈悲之功。感谢我们宜人哈。 你的舞蹈团哈，跳得好，好啦吼，因为平时是咱个人代表精神，礼拜六礼拜四日拜五就出来，因为规个家庭，咱传出来弘扬一贯道的真理，替老祖师、咱孙师傅来弘扬，给咱一贯的精神。那这种精神，因为这车迄个开家己的钱，家己的钱，做家己的代志，来做上好的工作，这是。